坡，下落，上坡，马路八公，1、2。又係咁野馬分鬃，第二下做一個叫做白鶴亮翅，咁睇一睇落翻去。Hello， 大家好，我係中居地產阿 Ben。Hello， 大家好，我係中地產中山阿叻。嗱，近期咧就從中山咧係過到嚟華僑城呢一邊啦，去同大家去介紹分享翻。咁喺華僑城社區入邊咧，梗係有我哋嘅呢一個香港群體嘅呢一個社區活動中心嘅。冇錯啦，咁我同大家介紹翻個位置先啦。咁依家我同 Ben 哥咧就位於啦我哋嘅活動中心嘅前面啦。咁其實咧活動中心係位於啦我哋華僑城沿岸小區嘅6A 座同埋6B 座中間，我哋嘅1樓嘅位置。咁啊當然啦，我哋喺呢個位置睇係屬於1樓啦。但係如果話唔想入小區，直接係上到嚟嘅話咧，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北門前面嘅商鋪啦，大家見翻啦有個叫做華僑城社區中心嘅字樣啦，喺嗰度開門入嚟就可以噶啦。係冇錯。嗱，咁呢一個華僑城嘅一個社區中心啦，咁其實嘅話咧依家咧都係已經有好多嘅一個活動。定期嘅話咧，都會喺呢一邊去進行一個舉辦㗎啦。包括嘅話咧，咁即係大家如果係香港街坊係咪過到嚟肇慶呢邊生活嘅，咁其實嘅話咧就唔一定係局限於喺華僑城嘅業主。咁其實咧周邊嘅一個業主咧都係可以過到嚟呢一邊去參加翻呢一個活動嘅。冇錯，因為其實呢一個我哋叫做社區嘅老人之家啦，咁其實咧亦都更多係方便翻啦。無論係沿岸、湖岸、溪岸，或者去到潮上依雲水岸或者其他嘅屋苑啦，係俾大家提供翻一個平台同埋一個場所啦，令到各位街坊翻上嚟肇慶生活、大灣區生活嘅情況下，可以識多啲朋友仔，亦都方便翻啦，可以學習更加多嘅唔同嘅興趣內容嚇。係啦。OK， 嗱咁我哋咧依家就入到去入邊啦，去同大家去介紹翻啦，咁入邊場地嘅一個情況啦。好啦，嗱咁依家入到嚟啦，俾大家睇翻啦，成個嘅一個環境係啦。嗱咁呢一邊嘅話咧係一個即係活動嘅一個場地啦。咁我哋呢一個區域，我覺得就非常之多功能㗎。咁啊，如果話去到同大家講一講先，星期3同星期5咧，同埋就最主要咧係會有例如八段錦啦、太極啦，亦都仲有啦舞蹈㗎。咁其實同埋瑜伽呢4個活動咧，都係用翻呢一個大嘅功能區。係冇錯。嗱咁喺禮拜6嘅話咧，就會有中醫同埋西醫嘅一個問診。咁呢一邊嘅話咧，亦都係有呢一啲嘅一啲場地㗎啦，係啦。包括嘅話咧，嗱呢一邊都係一啲瑜伽嘅店啦，係啦。嗱咁因為嘅話咧，今日咧亦都係有活動嘅。咁今日咧一陣咧接下落嚟嘅話咧，都係會有呢一個舞蹈啦，八段錦啦，同埋嘅話呢一個太極啦，呢一方面嘅。咁其實咧講緊咧所有係參加呢一個活動咧，咁其實咧係免費嘅。即係嘅話咧，咁唔會話收取呢一個入會費啊，或者係上堂費啊呢一方面。包括咧咁即係全部嘅，無論係即係教程啦都係我哋嘅呢一個業主啦亦都係自發咁樣去做呢一件事嘅。冇錯，所以其實我哋今期過嚟亦都係同大家介紹翻，亦都方便翻大家知道，咁啊有咁好嘅一個地方，亦都有咁好嘅活動支持。咁啊包括其實所有嘅老師啦，同埋亦都係業主自發去做啦。咁同埋就話包括義診嘅話咧。都係嚟自鼎湖中醫院同埋正大國康復醫院嘅啲醫生過嚟出診啦。咁其實除此之外，除有啦，如果話平時冇活動嘅情況下，街坊如果約夠腳咧，都可以過嚟打麻雀㗎嚇，入邊都有麻雀機啊，過嚟吹水啊，亦都真係 OK 啊嚇，過嚟傾一傾偈。因為其實真係嚟到呢個，大家可以識多好多嘅朋友啦。咁同埋都係到時亦都方便大家喺呢一邊嘅生活嚇。OK 嗱咁轉頭會有活動嘅，咁同大家去體驗一下啦。咁現場嘅一啲活動嘅呢一啲情況下，即係嘅話，大家都可以通過我哋嘅鏡頭啦亦都係可以感受到呢邊嘅一啲氛圍。
咁咧，我哋佢有兩個叫做 shuffle 嘅 step 啊 ，shuffle step 或 triple step， 即係跳3步嘅 ，1 and 2啊，佢一樣咁樣嘅 ，1腳尖嘅嚇 ，1 and 2，然後 rock step 咧就係 rock recover 啊，然後5 and 6、7、8啊，一個 shuffle to the right，shuffle to the left，然後 walk back recover，shuffle 1、2、3、4。第二個5、6、7、8，重心喺左腳，咁又開始啦，由1 and 2、3、4、5、6、7、8，cross behind side together， 然後又跨後橫平，咁啊完啦。啊，兩個 jazz box， 兩個 jazz box， 就知道自己個數個拍子咧，個拍子係嗰個 beat 咧係緊嘅嚇，唔好快唔好慢。最重要咧，我先嚇個數 1、2、3、4。我哋跳到咁樣咧，舊年5月份到依家啦。啊，即係你要。你哋已經跟得到已經。即係你要嗰個拍子係你嗰個針擺係一樣嘅嚇，唔好快咗，唔好慢咗，所以聽住個音樂最緊要呢樣嘢。3、4、5、6 1、2、3、4、5、6 1、2、3。下落，上拖，马步拉弓，1、2、1、2、3，左摇头摆尾，目循左脚跟，后摇头。双手上举，周身舒展，双手下按，翻掌，后穿，磨背，攀足固肾，1攒拳怒目，收左出右，翻掌，攒拳怒目。收右出左，翻掌，攒拳怒目，收势，双手两侧张开，上托，下按，两手收于腹前，双目微合，神气内敛。將個左腳伸過嚟，就膊頭同寬，咁啊重心擺翻喺兩隻腳度啦，平均，然後提兩隻手上嚟，然後落翻嚟，啊，然後一個抱球，啊抱球，野馬分鬃，腳踭，啊，翻嚟，將腳尖撇去嗰邊，然後上一步，然後隻手咧頭先係咁啦，而家變咗咁，又係咁，野馬分鬃，第二下，做一個叫做白鶴亮翅。咁
提一提，落翻去，上腳，左手係撥，右手係推出，喺個膝頭旁邊推出，又轉過嚟，3下扭手撥過嚟，呢邊啊撥咁樣撥過去，呢邊啊咁撥過嚟，你睇住呢隻手指食指，咁樣過，咁樣去，然後呢隻手變咗拳喎，呢個過嚟，呢個變咗拳，咁樣，呢個叫搬攔除，如風似弊，由頭嚟啊，由頭嚟啦，由頭嚟，起勢。夜晚分鐘出腳，個重心上，翻嚟轉腳上步，又轉呢個抱球，又上步，又第3下，白學2次，咁樣扭出一步，1、2、3，上半部手揮琵琶，倒黏後，1、2、3、4，好啊，做住咁多先，然後就攬着你，又係抱球，即係倒好多抱球嘅動作，好啊，手揮琵琶到倒黏喉，OK。好啊，觀眾朋友睇完咗咧各位街坊嘅精彩嘅活動之後啦，咁我哋咧依家就落去下面同大家介紹翻我哋下一層係點樣嘅一個功能分佈先。好啊，觀眾朋友，依家咧我哋落到嚟我哋嘅下面呢一層啦，亦都同大家講翻。咁啊呢一層咧，咁啊如果話唔喺聯岸住嘅業主啊，咁啊其實大家可以睇翻呢一個叫街坊互助中心啦，就可以通過呢個門啦，就入到嚟嘅。咁大家可以睇翻呢個位置。咁啊就屬於其實咧就係北門嘅一個方向，係啦，北門呢個位置。咁前邊呢度咧就係希岸啦。嗱呢邊咧就係呢一條長離河公園啦。冇錯。咁啊其實大家好簡單嘅。如果話擔心難揾就導航北門沿岸北門，咁或者如果係我哋公司過嚟嘅話咧，就係呢一邊。咁其實喺希岸行過嚟嘅街坊都好近，好簡單嚇。咁我哋沿過嚟都係講緊係100幾廿米。係。咁啊同大家講翻啦，咁啊1樓，咁啊1樓即係我哋叫地下呢一層啦，更多係平時啦，我哋街坊休閒啊、聚餐啊，我哋嘅一啲叫做美好嘅時光啊，歡聚嘅時光喺度嚇，咁啊亦都同大家睇翻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可以睇翻就話提翻社區嘅一啲退休嘅社區生活服務啦。咁亦都係有合作嘅醫療嘅機構，就係鼎湖中醫院嚇。咁啊，亦都係嚟到星期六啦，會去出診。啱先亦都同大家提過啦。咁啊呢一個位置咧，大家見到咧就係醫養結合嘅啲介紹啦。咁亦都有唔同嘅啲項目嚇。咁啊包括1到8項啦。咁啊包括從保潔啦，再到中醫嘅醫療啊，同埋深圳灣嘅啲車輛㗎，同埋長者卡各方面。咁啊相對嚟講比較詳細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亦都問我哋攞翻相關嘅資料了解嚇。係。即係嘅話，其實好多咧都係方便翻啦，咁我哋香港街坊過到嚟呢一邊嘅一個生活上邊嘅一個所需啦。首先嘅話咧，會有呢一個平台，係嘛？跟住嘅話，令到大家去進行一個認識跟住嘅話咧，咁然之後同時咧，包括無論係醫療啦或者係保險啦，或者養老啦，咁呢一啲資源係嘛，即係亦都係可以係有呢一方面再結合埋啦。咁其實活動上邊，即係呢一邊咧，亦都係呢一個活動入邊嘅呢一啲即係活動範圍啦即係定時嘅呢一啲唔同嘅種類嘅呢一個活動課程啦，係嘛，都係可以大家可以參與得到嘅。
所以咧其實呢一個亦都係比較好嘅啲計劃即係呢個平台。咁同埋就係相關嘅最新嘅對於港人啲政策福利啊、優惠啊，同埋各方面嘅一啲支持咧，咁其實咧呢度亦都係搶先知嘅地方嚇。咁啊第一時間我將所有嘅相關嘅宣傳啊，同埋我哋嘅海報啊，亦都會喺呢度告知俾街坊啦，亦都方便翻大家去知道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覺得呢一個地方咧，如果真係有興趣過嚟了解朋友，我覺得咧真係可以學習到同埋識到好多朋友先。我覺得呢一個係必然嘅嘢嚇。係冇錯啦。嗱，咁各位朋友，咁如果係生活喺肇慶嚇，咁可以多啲過嚟呢一邊去進行一個了解啦。包括嘅話咧，有任何問題咧，亦都係歡迎諮詢翻我哋中居地產啊，咁亦都係可以幫助到你啊，咁揾到呢一個位置啦嚇。包括嘅話咧，去讓大家冇錯啦，去互相認識、互相了解更加多嘅。咁我哋今期面咧，仲要介紹到呢度啦。如果有興趣朋友咧，記得啦，可以揾到我哋嘅客服啦，咁啊領取翻呢邊嘅一啲介紹同埋資料啦，或者如果話想嚟參加活動嘅，都可以同我哋講聲，我哋亦都可以同大家啦提供翻呢個協助嘅服務噶。我哋今期片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會，拜拜。拜拜。用心對待每一位業主，每一個設計方案只為匹配更適合你屋企嘅裝修需求，精工細作，精品生活，只求打造你心中一個夢想的家。中居地產一站式裝修服務，致力為你創造健康、智能、安全嘅居家環境，加入全屋智能、空氣淨化、淨水系統、安防設備，以全新居住功能、新智能體驗、新美學、新佈局，讓你同家人享受更舒適嘅大灣區新生活，裝得安心，住得舒心。大品牌誠信經營，報價公開透明，絕無套路，只有真誠。全程專人跟進把控，實時匯報工程進度，拒絕爛尾，品質交付，提供質量保修，售後服務有保障。想獲取專屬設計方案、裝修報價，快啲撥打熱線電話63658001。大灣區裝修記得揾中居地產。